亲爱兄弟，大家平安。平安。耶稣听你。你歹势，今仔日声怪怪，真欢喜，咱伫圣主日做伙伫遮敬拜上帝。首先，咱三甲来祈祷。恩典的主，听阮的上帝，阮满心感谢阿罗你。主，你真听阮，你拣选阮，才做你的儿女。主，阮要讲，阮是有福气的人。主，感谢你，伫新年的开始，你就将平安的意念赏赐予阮，可互阮会当倚靠你，有着主爱仰望的锁来过阮的人生。上帝，阮伫你的面前同心敬拜。主，阮来到你的施恩宝座前，阮要敬拜你，阮要全心全意敬拜你，阮要学到你的圣尊名。阮将下面的时间来仰望你，阮求主你甲阮同在，祈祷奉主耶稣的圣名，阿门。这是咱三甲来敬拜，咱来敬拜咱的上帝。全心地这敬拜上帝，全心全意学落天顶的白，完全心地这敬拜上帝，学落伊荣耀到万世，完全心敬拜伊，我也双手敬拜伊，我要学落伊。大尊名，完全心敬拜伊，伊名值得尊崇。我要全心全意学落伊，阮全心伫遮敬拜，完全心伫遮敬拜上帝，全心全意学落天顶的白，完全心伫遮敬拜上帝，学落伊荣耀到万世，完全心敬拜伊，也是双手学落伊，我要学落伊大尊名，完全心敬拜伊，伊名值得尊崇。我要全心全意全心敬拜上帝，完全心伫遮敬拜上帝，全心全意学落天顶的白，完全心伫遮敬拜上帝，学落伊荣耀到万世。全心敬拜伊，我要双手学落伊，我要学落伊大尊名，完全心敬拜伊，伊名值得尊崇，我要全心全意学落伊。也这是毋是？咱真心真意真诚听咱的主，咱用咱的心、用心灵、用信心来敬拜咱的上帝，是毋是？咱搁一摆开咱的声，开咱的声，全心全意来敬拜上帝。这时阵，我要邀请咱的姊妹来唱，姊妹唱了，请咱兄弟来唱。第三摆。咱才搁合唱，这是请姊妹你来唱。完全心伫遮敬拜上帝，全心全意学落天顶的白，完全心伫遮敬拜上帝，学落伊荣耀到万世。我
做伙来，完全心地正敬拜上帝，全心全意学落天顶的美，完全心地正敬拜上帝，学落伊荣耀到万世，完全心敬拜伊，我也双手学落伊，我要学落伊大出名，完全心敬拜伊，伊名值得尊重，我要全心全意学落伊，请咱做伙来，完全心地正敬拜上帝。全心全意学落天顶的美，完全心地正敬拜上帝，学落伊荣耀到万世，完全心敬拜伊，我双手学落伊，我要学落伊大出名。完全心敬拜伊，名值得尊重，我要全心全意学落伊。提摩太后书第1章12节，因为我知所信的是一水，也深信伊会保守我所交托伊的，直到迄日。兄弟，这个金句，伫圣诗452首的金句有一句话，就是今仔日我无经圣诗，才煞，咱用祈祷的心，做伙来唱学落的歌，来学落咱的上帝，唱学落的歌。困求天边甲我同行，因伊慈悲伸手伊带我，困求主掌管我生命，赐我平安，予我完全，无论我这我这也有苦，你的疼是牵到我同在，感谢你用这款大条路，我一路参我一生，我的生命亲像歌要落。感恩的我，喜乐的我，我要唱一首听的歌，甲世人同分享。我是无路无山，我踮主的内面拢无惊，因为主永远甲我同在。我心确信主是永远我，无人拥抱，无人拥助。我要真心真意服侍你，我要高举你一生尊名，可要传扬你恩典名头，我全人类在你的听，我的生命亲像歌要落，感恩的我，喜乐的我，我要唱一首听的歌，甲世人同分享。我心无路无山，我的生命亲像歌，我的生
祈祷的诗歌，祈祷的歌词讲，恳求天父甲咱同行，用伊的慈悲圣手引带咱，求主掌管咱新的一年咱的生命。老师为咱祝福，每一个人拢有一本生命的剧本。上帝伫咱每一个人的生命中，拢有一个美好的计划，咱爱认真来追求。咱若认真追求，咱就拄着。上帝真疼咱，咱的生命要成做一首懊恼的歌，要成做一首感恩的歌、喜乐的歌，要唱予世间人知。上帝是遐尼疼咱，咱要将这份的疼甲人分享。咱搁一摆唱懊恼的歌。恳求天父引甲我同行，愿你慈悲圣手引带我，恳求主掌管我生命。亲像我要学路，感恩的歌，喜乐的歌，我要唱一首听的歌，甲世人分享。我心无路无线，我念主的内面拢无惊。因为主永远甲我同行，我心靠信主是永远我，予人恩望，予人永驻。我要尽心尽意服侍你，我要高举你一生尊名，我要传扬你恩典听他，予全人类知你的疼。我的生命亲像歌要学路，感恩的歌，喜乐的歌。一首听的歌，甲世人分享。我心无路无线。伫新春的时，咱台湾人若拄的时阵，拢会互相祝福。见面就讲恭喜，讲好话，互相祝福，这是真好。上帝也爱咱安尼彼此祝福，上帝爱咱彼此相听，上帝爱咱彼此相听，上帝予咱一个新的改变，上帝予咱一个新的改变。伊讲，你着真心、真心、真意听主你的上帝，这个界是大的，也是头一个。第二个也三亲像讲，你着听厝边亲像家己。伫约翰福音嘛安尼讲，我用新的改变予恁，就是恁着相听，因为恁若相听，众人要对安尼知，恁是我的学生，咱是听的生命共同体。咱三角来吟这首诗歌，我来祝福你，用喜乐的心情来唱这首歌。
真做咱彼此的祝福。我的心间传来的笑容，平安的祝福，快快境界有主的同在，咱无搁受灾害。上帝手赐福气，互人阮的满满心，咱爱彼此沙听他，彼此祝福咱的将来。我来祝福你，你来祝福我，上帝的恩变这呢大，感谢唱出喜乐歌。我来祝福你，你来祝福我，一生的希望拢伫这，上帝甲咱听命命。上帝甲咱听命命，新的一年咱要领受耶和华祝福满满。最后，咱来吟这首耶和华祝福满满。山中的白莲丝，无欠缺什么；山顶的百合花，春天很芳美。总是全能的上帝，如今受事真福气，好得像花的结实，献出疼痛的根基。我祝福满满，亲像海边土沙，阮的主啊，伫脚万世大。我要野手敬拜伊，出欢喜的歌声，我若称颂伊名永无山。山中的白莲丝，无欠缺什么；山顶的百合花，春天很芳美。总是全能的上帝，如今受事真福气，我得像花的结实，献出疼痛的根基。耶和华祝福满满，亲像海边土沙，阮的主啊，伫脚万世大。我要野手敬拜伊，出欢喜的歌声，我要称颂伊名永无山。耶和华祝福满满，耶和华祝福满满，亲像海边土沙，我的主啊，伫脚万世大。我要野手敬拜伊，出欢喜的歌声，我若称颂伊名永无山。耶和华祝福满满，耶和华祝福满满，亲像海边土沙，我的主啊，伫脚万世大。我要野手敬拜伊，出欢喜的歌声，我若称颂伊名永无山。伫新的一年，愿上帝赐福你，耶和华祝福满满。
因为耶和华做大，应该受极大的懊恼；伊伫正生命的顶面，应该受敬畏。咱即时做伙来吟圣诗，圣诗51首。圣在，圣在，圣在，全能大主宰，咱着齐声唱歌，懊恼主耶和华，请咱起立吟全首。现在，现在，现在，万有都在，咱着齐声唱歌，懊恼主耶和华。现在，现在，现在，将你的天高。咱犹原徛伫用使徒圣经做咱的信仰告别。我信上帝，全能的爸，创造天地的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独生囝，咱的主。伊对圣神投胎，对在世女玛利亚出世，伫本州伯业岛林内受苦，顶12架死埋葬落阴府。第三日对死人中高活，上天担坐伫全能的爸上帝的大屏，伊要搁对遐搁来审判活人甲死人。我信圣神，我信圣，公堂的教会，圣道的相通，罪赦免，肉体搁活，永远的活命。阿门。请坐。咱即时做伙来启应，启应文25篇，启应文25篇。我要夜幕暗山，我的帮助是对耶和华来，伊无要合你的骹摇掣。
保守你的是耶和华，你是太阳无伤你。耶和华要保守你免受一切的灾害。日出日入，耶和华要保守你。咱过来吟圣诗152首，圣诗152首。我来调见你，救赎我的主。请咱坐伫吟全首。咱即时三甲额头来祈祷，亲爱的阿爸爸上帝，感谢你赐阮一礼拜的过年假期，互阮会当充分的休困，重新充电。求主保守阮伫过年期间有节制的生活，适当的饮食、困眠甲运动，用时间来读圣经。求主拍开阮属灵的胃口，对神的话语渴慕，亲像一丛树栽伫溪水边，每日定时定量来供应生命的水井，吸引上帝的话，成做阮脚前的灯，引带阮行伫上帝的光中，
过年期间，求主保守看顾每一位兄弟姊妹，无论是探访亲人，也是旅游的过程中，赐下属天的平安，伫阮所往来每一个所在，因带阮甲你的疼分享甲亲人甲朋友。求主也拍开阮还未信主亲人的耳孔，互因听见上帝的声，拍开因的目睭，互因会当看见上帝的作为，经历伫基督内一切的平安、望、喜乐，富足充满伫因的生命中，互因成做英美发旺生的感恩哉。阮安尼祈祷，拢是奉靠主耶稣的圣名来求，阿门。赞美，请圣歌队。
咱做伙来恭守上帝的话，咱来看两位圣经。第一位圣经，伫诗篇39篇第3到第7节。我的心伫我的内面热热，我静静想的时，火就倒起来。我就用字来讲，耶和华啊，求你互我知本身的结局，到我年岁的少爷偌济，互我知软弱到怎样。你互我的日子亲像一把掌，我一生的年岁伫你的面前亲像无。逐人徛在的时，真正拢是空空。世间人行做实在亲像影，因无用试试，真正无采工。因所积聚的，毋知将来是谁得去。主啊，我打听候什么？我的愿望在伫你。再来看一位圣经，提摩太后书1章12节。为着这个缘故，我也受这个艰苦。若是我无掠做见笑，因为我捌我所信的，也深信伊会保守我所交托伊的，到伫迄日。讲道，我知向掌管明日，请曾牧师。咱同心来祈祷，掌管活命的主，定着人的命运计划的上帝，原是你的囝儿。你赏赐这个权柄，互阮称你做阿爸天父，何等主你的恩典，愿伫你的至圣所对心中献上感谢。愿你的神只是运行伫阮的中间。互阮听，阮忽略，阮毋知你所应允信息的话，成做阮伫新的一年开始的帮助。祝福阮对心中坚定阮的信，安尼讲，因为我知所信的是之罪，佮相信所交托伊的，你的确保守，直到永永远远。主，阮伫你的至圣所恳求主，你的圣神只是降临伫阮的中间，亲像你将火热的心授予予大笔，亲像你将圣神所带火热的灵授予予提摩太。主，2000年后的今仔日，3000年后的今仔日，你犹原成就这种美好的祝福。阮伫你的面前，用渴慕的心仰望你。阮举目看你，因为阮的帮助对你来。阮安尼恳求祈祷，我靠耶稣的圣名，阿门。咱的信仰是咧追求一个真要紧、属灵的智慧。咱咧追求一个倚靠，追求一个帮助。所听的弟姊妹，你敢知影？你的明仔是甚物人来掌管？你讲牧师，我知，是我的上帝。阿门。有甚物种的上帝，是一个掌管人的灵魂，也决定人的命运。去年我甲恁讲一个圣经的故事，做咱信仰的祈祷。就是但以理甲伊的国王，但以理的国王亵渎上帝，伊掠伊的军队做勇壮，所以苦楚以色列人，毁坏耶路撒冷，将耶路撒冷的圣殿内底遐个器具，甲伊带到伊的王宫，车花宴乐的时夸口，我伫耶路撒冷圣殿的金杯，我请我的大神，大家放唱饮酒。上帝无欢喜，用镜头写字，警告这个国王讲：明仔日你就要死。伊伫迄个民望的中间，异象的中间，就惊，但伊哩入来，
但你甲伊讲，你得罪了一个掌管灵魂、掌管活命，也掌管人一生运道的上帝。圣经并没有记载。顶礼拜咱的教会，其实是这礼拜咱的教会伫过年前，咱的囡仔一直到小年夜进前，还阁伫教会里灵修。小明宇牧师要阁甲你讲一解，今仔日这个圣经咧回答你的问题。小明宇伫学校内底拄着一个好的老师，迄个老师除了伊的功课以外，伊问伊一个问题。伊讲：恁什么人？各位同学，你们，恁什么人？相信伫恁的生命中间有绝对的真理。小明宇是唯一一个举手。后来，伊的老师甲伊问讲：你为什么相信绝对的真理？唯一的上帝？小明宇将这个问题带倒来，伫迄个分享灵修的中间。伊讲：牧师，我毋知要安怎甲伊回答。兄弟姊妹，若你的囡仔问你的事，你要安怎甲回答？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我毋知咱已经信主，对你个人来讲，你行天路已经偌久的时间。我是第四代基督徒，我出世就自然而然感觉，这就是应该，因为这是基督教的生活方式。但是这个问题，嘛佫蒙着我的心，一直过日子，我要咧想这个问题。我会当甲恁讲一寡灵修的迄个秘诀，但是我只有要甲恁讲一句话，因为我信上帝是因为圣经讲。下面一定你老师问你的问题，为什么有绝对的？我相信就是因为圣经说，当然要够真多，就是我的经历，我的感觉，我就知道。我讲不出来这个上帝，但是我就知道他在。就亲像一个人问讲：“你敢会当用形容词，用你的文字，跟我讲玫瑰花是什么香味？”哇，一千就倒来啊！咱要来形容玫瑰花，信仰比这个更加困难，因为上帝奥妙，有之水会当形容上帝。我虽然无法度向我的老师解释，但是我相信，兄弟姊妹，咱的生命开始是对咱相信上帝讲，上帝讲啥物？我是独一的上帝，我无起头，我无煞尾，就是我。兄弟姊妹，你愿意，无论了解无了解，你拢伫主的面前讲，主啊！无任何事会通影响我对你的追求甲渴慕。洪姐，真言，上帝要祝福恁的家庭，恁那家囡仔做会成长，毋是因为你几啊代基督徒，你就自然而然加做一个丰盛的，咱拢共款。所以听你姊妹讲，咱就今仔日个礼拜。咱搁一摆问咱家己讲，我敢真正相信，我举目望山，我的帮助是对迄个天顶的上帝来啊！咱拢念甲真骨溜嘛，真熟，咱拢知影这话，随口就讲。但是咱敢有真正对心内深深相信？今日牧师通过这段圣经，无论代笔，无论是提摩太，圣经讲，我静静的时，我的心就火热。新的一年开始，牧师第一个伫今仔日的礼拜所为恁祈祷的就是，求圣神火热你们的心。咱的生命不要再做一种无修无灵的基督徒，咱要充满热情，咱要对某一种的坚持到一生的落尾，拢无水会当甲咱压花。恁敢愿意做一生就是遮尔火热的享受上帝圣神所予你这种的火热的活命？愿天父上帝伫今仔日的礼拜对咱讲话，因为上帝
伊所讲的话记载伫以赛亚第46章，以赛亚听见才会写起来。上帝甲伊讲是我，兄弟姊妹，今仔日个礼拜，上帝嘛甲你讲是我。我来到你的人生中间，我袂背叛你。世间人无用刺刺，但是我要将幕后的指望。上帝啊，我的愿望是在伫你。这就是今仔日的祈祷。愿咱伫上帝的面前，咱听伊所讲，我是起头的，我是世间的芦苇。阿玲即礼拜对台东甲伊的丈夫倒来，伊的细汉查某囝今读国民校2年，伊问伊妈妈一个问题：上帝创造天地之前，那安尼创造天地之前，上帝伫什么所在？吼，嘛又搁倒落去啊！国民校2年的囡仔呢，伊想的比神学家比牧师搁较深。伊毋是戆我听迄个故事，讲上帝创造天地，讲要有光就有光，要有土地就有土地，要有阿东就有阿东。那安尼这个上帝咧，伊伫创造之前，伊伫啥物所在？上帝讲：我就是迄个起头。世间还未开始之前，我就是我。世间结束的时，我永远是我。兄弟姊妹，这就是圣经讲的。愿咱来到主的面前，咱听伊的话。圣经有真侪话，有当时咱若无甲伊捡做伙，写做一篇的讲道篇，写做一篇的即种的观念、信念、信道、讲道的一个内容。有时咱读了安尼真破碎、真零散，但今仔圣经申命记讲，独独只有我，因为天地是我来。天地结束时，我也要个存在。愿咱伫今仔日的礼拜，咱重新告别咱的信仰。伫新的一年要开始，对年头到年底，愿稳定的上帝祝福恁，互恁的家庭有上帝所有备，讲袂尽的恩惠。因为咱的上帝是好，伊的慈爱永远伫地，伊的信息到万世代。愿咱伫今仔日个礼拜，咱个一摆告别咱的信仰。你若要回想这段圣经，你会当去看旧年牧师互恁的迄个讲道啊，迄个档案。我愿望我一生的讲道会当影响恁，毋是要影响恁来信我，无必要。我愿望我一生伫恁中间，每一篇的讲道，拢会当影响恁，因为这是我上帝互我的责任。所听的姊妹，但以你甲国王讲，是我的上帝，伊决定人的生死，伊掌管人的命运。也这伫今仔日咱恭敬来到主的面前，亲像新春的时，无需邀请恁伸出双手，恁甲主讨。主赏赐我生命的剧本，我一生会当成做什么种的基督徒？主啊，我伸出我的双手来领受，将你的计划，就是我一生所要行的路，甲我一生所要做的事，我一生的运途。主啊，求你将这个计划放伫我的手中，然后我要甲伊了掉。然后我要将这个生命的剧本放伫我的心头。主啊，求你将你的话写伫我的心，就亲像你用你的镜头啊，写伫西奈山顶10句话，摩西交予伊所有的后代，行行顺顺，直到今仔日。愿天父上帝帮助咱的家庭，咱常常信慕、恭敬。深信，我相信伊毋是因为我会理解，我相信伊毋是因为我想通啊，我相信伊是因为伊甲我讲，伊是上帝。伫我看袂到的时，每一摆我经验到伊，我喘气入来的时阵，上帝圣实的气
就亲像我若闻到玫瑰的香味，我就知伫我的身边一定有玫瑰花。兄弟姊妹，闻有上帝的味，领受上帝的圣神，伫恁的心内，伫咱的人生的中间。那安尼，今仔圣经甲咱讲什么？今仔圣经甲咱讲三个真会通帮助咱祈祷的主题。伊拢总的主题就是讲，我的上帝就是掌管明日的上帝。所以诗篇39篇大笔伊最后讲，我的愿望在伫上帝。也即你相信你的愿望伫上帝吗？你相信无论什么种风影，你人生拄着什么种的艰难，你拢愿意一生跟对上帝，倚靠上帝吗？愿天父上帝伫今仔日个礼拜对你讲话，开咱的目睭，开咱的心门，互咱亲像伫个以马忤路上。迄个学生，当伊甲耶稣告我的时，当伊未认得耶稣已经告我的时，耶稣讲话，耶稣祝福，因心就火热，因目睭就看见。愿天父上帝帮助咱，互咱用保罗教提摩太话。兄弟姊妹，今仔恁读了，恁阁甲提摩太后书第1章，阁重新读一摆。上少对头第1节爱读到第12节，伊讲我批写互我所听的囝儿提摩太，我每一摆若想到你的时，我的心内就充满欢喜。我感谢上帝赏赐你一份坚定、深信的信仰。这个信仰是对你的阿嬷罗伊，对你的妈妈尤尼寄来。兄弟姊妹，如果你若是一个世代基督徒，你会感谢上帝。上帝通过你父母所给你的信仰，不是偶然。我愈来愈感觉，我今仔日会当做基督徒，是上帝恩待我的祖先，伊互我的祖先享受无了的遐个祝福，继续伫我的身上。我嘛深信。这种的祝福要阁继续伫我的囡仔。所听兄弟姊妹，你若是阿嬷，你就是罗伊；你若是妈妈，你就是尤尼基。上帝要互你的身边，你的囡仔，诚做上帝所欢喜的提摩太。恁是提摩太，愿天父上帝帮助你听到老师的话。保罗讲。因为我捌我所信的，咱坐伫你的所在，毋是拄句啊好，醒起来好，按听咧3句5句，按听1-2句啊。但伫这个所在有一个足大的期待，就是每一句话拢要入我的心，帮助我敬拜迄个看袂到的上帝。愿天父上帝帮助咱，伫今仔日的礼拜，咱甲上帝讲。我要深信，我要坚持，到我一生的路尾，因为你是上帝。天父上帝帮助咱，互咱伫今仔日的礼拜，咱问咱家己讲：你敢真正已经认捌这个上帝？你敢已经愿意幸福，将你所有的财情、运数，你手中所掠掉的？受你支配，无论是金钱、婚姻、事业，你敢愿意甲你的上帝、甲咱的上帝做伙参详？你敢愿意将你所有一切的财情运数，甲咱共同的这个天父做伙参详？讲主啊，我的生命的剧本伫你的手中，我要甲你参详，我怎样经营我的手所做的工？愿天父上帝无辜负咱。对伊的祈祷，用今仔日诗篇39篇整个几篇，头尾拢咧讲起
保代笔拄着忧愁郁卒的事，迄毋是今日牧师要甲恁分享的主题。牧师要甲恁讲正面的、正能量、正向的，对第3节到第7节。第7节的尾也讲，我的愿望在伫上帝。第3节开始讲，我静静想的时，我的心就火热。一手掠条圣神所带来新的一年，无有一个兄弟姊妹伫你的生活中间吐开讲，主啊，你伫什么所在？愿这个圣神进入恁的家庭，大大细细，心花开，心花开。哇，这条歌上够有力。兄弟姊妹，愿上帝帮助咱，心花开，火热。保罗祝福提摩太是有关伫提摩太后书第1章第6节，咱是读12节。第6节伊嘛讲起上帝所赏赐提摩太，互伊心的火搁焰，心的火搁焰，意思是心中的祭坛搁一摆热扑扑。这是今仔日牧师第一个祈祷，愿恁听到这个圣经的应允。恁对上帝讲阿门，然后恁就伸出双手，恭敬来领受。主帮助咱伫今仔日的礼拜，咱听到提摩太后书第1章第6节，以及诗篇第39章第3节，伊讲我心伫我的内面热热，阿门嘛。你愿意对少年到年老，虽然肉体渐渐衰烂，但是热情永远无消失。愿天父上帝真正听恁的阿门的声，互恁心中的祭坛永远无花去，互咱永远有一种的热情。虽然咱的骹步甲体力对咱的心对袂调，咱的心已经走去到但是咱的骹个腰个，因为无食健步丸。亲爱兄弟姊妹，愿上帝帮助咱，常常心火热。我静静想的是，我静静想上帝的话的是，圣神就入我的心，伊开我的目睭，带我读圣经。我静静想的是，圣神就入我的心，就亲像迄个玫瑰花的香味，对外面的花园，对着春风吹入来。咱就闻着玫瑰花，咱再讲，上帝啊，你来啊！愿天父上帝帮助咱伫今仔日的礼拜，咱反省咱家己。我用第6节倒底读，第6节、第5节、第4节，因为第4节、第5节、第6节，但是第6节伊先讲，这个世间人无用刺刺，真正无彩工。这你有感觉你的人生有时嘛是安尼嘛？几礼拜前牧师甲恁讲起一个祈祷，讲主互我的心内真做雅各泉。佮另外读一段圣经是旧约的圣经，伊讲起世间人起迄个水池，学迄个水井，但是迄个水池破空，所以较抢出来水拢流了了，叫做无用刺刺无彩工。愿天父上帝祝福每一个兄弟姊妹，手所做的工无空空。咱甲上帝讲，即句的应允真侪我的警醒，即句的话真侪我的警醒。我独独要注心看上帝，因为圣经大笔嘛有讲，厝体若毋是耶和华所起造，过来咧。阿免恁会晓背啊吼，但是爱背到心，你爱知影你手所做的工无一定成就。因为你所留的，最后要留送。昨下新闻报一个美国，一个足好囝的美国的老人，伊一生到最后真孤单，剩一只狗，所以用500万的美金设立一个基金会，拜托伊的朋友，有那老人，叫伊管理迄个500万的美金，互伊这只狗，会当到伊离开的时阵，这只狗还阁得到照顾。够咸呢，但是真悲哀呢。一个人到年老的时阵，只有剩一只狗。兄弟姊妹，
你敢愿意有500万，但是只有剩一只狗？我愿意无500万，但是我要爱有上帝。兄弟姊妹，这个故事毋是咧踢笑别人，这个故事拄拄咧印证。今仔日的诗篇甲咱讲，世间人惊罪实在亲像影，捕风捉影，常常是人生命的写照。咱拢教咱的囡仔追求荣华富贵、功名成就，但是咱敢有教咱的囡仔？荣华富贵、功名成就，目的是要创什么？愿咱带咱的囡仔捌上帝，愿咱的一生无空空。咱甲上帝讲，我一生是70，勇壮通到80，但是我不爱夸口劳苦忧愁。我一生是70，勇壮到80，我所要夸口的，就是摇花祝福满满的人生。大比就是这种人，所以大比伫伊的面前6、5、4、6第6节、第5节、第4节。第4节大比讲什么？摇花我知，因为你的圣神感动我，互我知影生命的终局。我相信有一日我目睭开去的时，我目睭搁在天开的时，我所看到的，就是上帝伫天顶的天堂为我备办。伊讲所听的惊字击败，而且你相信吗？愿天父上帝甲你讲话，互咱的心受安慰，互咱的心受可靠。牧师伫一礼拜前甲恁讲的道不同不相为谋，迄个道，牧师甲恁解说迄个字叫做 pistis， 枪甲也袂调，神圣的气泡。牧师佫甲恁讲 ，pistis 这个字原本伊的字根是咧讲起可靠、劝告，意思就是上帝咧对你讲话，上帝咧对我讲话，上帝伫咱自执礼拜时，上帝咧可靠咱，上帝将咱生命的结局，上帝将咱生命的软井，圣经讲，互我知我的软井软弱到怎样。上帝互我知我的目睭花，我目前咧追求的，无拄拄是上帝看做宝贝。愿天父上帝对咱讲话，最后咱伫伊的面前，咱亲自代表讲：主啊，我担得听候。主啊，伫你的礼拜堂，我伸出双手来听候，因为我相信，我的愿望在伫你。兄弟姊妹，用心听，因为这是上帝要邀请你做伊宝贝囝子上要紧的话。所以诗篇39篇这段中间，牧师要讲3个祈祷。第一个祈祷，甲主讨生命的热忱。主求你帮助我的心火热，主啊，互我的心搁再炎。主啊，求你开我的目睭，互我知影，我生对对来，我一生最后要去什么所在。主，你将生命的结局显明互我知，互我无乱无遐的，伫这个世间中间，穷的只剩下钱的人。互我一生到最后孤单的时，毋是剩遐个钱，甲一条可怜的老狗。求天父上帝帮助我，互我看见我的子孙，的子孙，的子孙，互我伫我的囡仔的身躯顶悬看到美好的愿望，因为我的愿望是在伫你。兄弟姊妹，安尼读圣经。甲今仔圣经读落你的心，愿天父上帝帮助咱。所以牧师要甲恁讲3个祈祷：第一，认真讨；恁若清清彩彩讨，恁就得到清清彩彩的物件。我毋是咧甲恁恐吓，但是咱的人生若凊彩，
咱所得到的就凊彩。我要邀请你常常当你一个人安静的时，你放手伫你的心内，你甲讲：上帝，我的心无满足；上帝，我的心无满足；上帝，我的心无快乐；上帝，我的心无快乐；上帝，我的心真够快乐。上帝，当我放手的时，愿主你将平安、喜乐、满足赏赐予我，好无？你想上帝会安怎甲你回答？上帝一定会甲你讲：当然好。我所听的件事，当然好。愿咱伫主的面前，咱恳求上帝帮助咱。你确保圣神的充满吗？五旬节圣神降临节，就是教会常常咧祈祷一个真要紧的礼拜甲节期。伫过节了后，教会就开始准备听候过圣神降临节。圣神降临最重要，毋是神迹奇事。圣神降临最重要就是，互人的心火热，互人的心改变，互人的心满意足。圣神的充满，毋是互人看口讲，伊会当讲方言，伊会当讲先知性的话语。圣神充满是互一个心内丧凶、心内不满、真正郁卒孤单的生命，伊定心因为上帝同在，心火热。而且无搁再走有安尼起起落落。当咱真正的结连伫圣神，无论心上坚固，咱到一生的路尾，咱有缘充满平安。主听咱的祈祷，帮助咱用这段圣经做你的祈祷。你甲主祷讲：主求你，互我内面的火搁倒起来。主求你，互我内面的火搁倒起来。你洁净所有伫我内底遐无好的心思意念，你用你圣洁的圣神的火，一针除去所有我内底遐困扰我的错误的欲望、错误的思想、垃圾的情欲。主你帮助我，毋是出于人的责备，是出于上帝，伊是完全的上帝。伊将一份尊贵、水的活命放伫你的目睭前，就亲像你去逛百货公司，你看到橱窗内底迄领足水的衫，虽然足贵，你丢足久，你最后就决定甲伊买起来。但是你的脚后紧有一个人甲你扭掉咧，你会记迄个广告无？愿天父上帝帮助咱，无人甲咱扭会掉。上帝甲咱准备的就是一份，互你满足，互你感觉欢喜。伫人甲上帝的面前，你拢无掠做遗憾。求天父上帝帮助咱，伫今仔日的礼拜，你静静咧听的时，就亲像以马忤的路上，一个国外主耶稣，过一摆，伊赏赐互咱。因为行洗的约翰讲，耶稣来到这个世间，行洗的约翰讲，耶稣来到这个世间，伊最重要就是要用圣神甲火，甲咱行洗的。教会的规矩是，当恁个别信仰了后，牧师就代表教会，甲恁行洗的，互恁归伫爸囝圣神的名。但是行洗的约翰，伊讲。独只有主耶稣基督是用圣神甲火甲人行洗礼。愿咱伫今仔日做礼拜讲话听的人，咱拢平平得到这种的应允。咱的目睭开，咱的心火热，咱真正认捌咱的上帝。咱嘛知影上帝伫你人生中间所有备的，就是生命的剧本。上帝应允。要赏赐予你。第二，我要邀请遐弟姊妹，搁一摆告别你的信仰。你讲上帝，过去我有真多坚持，我对真多的代志的坚持无参详，
甚至连我的丈夫、连我的负责人，有真侪我若讲安尼，就是安尼无。包括我伫地上的事业，包括我伫地上我的金钱产业，兄弟姊妹，无论你即摆所掠条条的是甚物，你敢愿意甲上帝参详？主，这是我上宝贝，我甲你参详，求你改变我手中我所坚持的遮个，互我的坚持真侪有价值的。有意义的，主我拍开双手，主你掌权。兄弟姊妹，第二个牧师要邀请恁家己祈祷的就是顺服，互上帝掌管你的一生。也即你敢知影即个祈祷对你的一生有偌大的影响？甲上帝参详，无论你有无，愿主互咱经验到迄个涌泉。源源不断，生生不息，亲像咱伫2礼拜前所读的迄个雅各水井的故事，是一个生生不息、源源不断，有法想事，有法收回，有法搁想事，有法搁收回。对亚伯拉罕甲伊的囝以撒到雅各，愿恁有智慧，愿恁也有顺服的心。无过即种无用刺刺、无彩工的生活，愿恁的人生，愿咱的人生，咱要伫主的面前讲：主啊，感谢你，我的一生多么精彩！亲像代表讲，有满足的喜乐，有永远的幸福。愿天父上帝，互咱真做一个享受生命的基督徒，伸出双手，将咱生命捧在心上，咱甲主祷讲，主求你掌权。对今仔开始，我要为你来活。主，我对今仔开始，我要为你来活，互我知影，我来到这个世间最重要的使命，互我知影你要带我去什么所在。兄弟姊妹，有时荣华富贵是一种的幻影。世间10个人，拢咧追求荣华富贵，敢毋是安尼？有甚物人会当讲，荣华富贵毋是我的主人，我只有一个主。伊穿草鞋，伊头壳无过头壳的所在，伊是一个骗行伫怂恿人中间。无看家己，愿天父上帝帮助咱的心有一本新的生命的剧本。这是牧师伫即届冬令营灵修会为着恁的囡仔祈祷。牧师求上帝赏赐恁的囡仔有生命的标杆，知道何去何从，因对因的人生有主张，特别是对愈少年就开始思考祈祷的人。是老阿嬷七岁的款，我们5岁、4岁，应该是7岁。伊细汉就知影，但是伊到主日学时，7岁就决定讲伊一生要亲像迄个宣教师。马该10岁，巴克咧16岁，德雷莎兄弟13岁。咱今仔日16岁的青年，咱拢讲伊教囡仔。愿天父上帝开恁的目睭，开恁的心门，互恁在很年轻的时阵，就得着上帝所予恁生命的剧本跟护照。最后，愿咱亲像今仔献歌对带咱所唱这条诗歌。我不知明日将如何，但我知有位上帝。兄弟姊妹，这礼拜牧师伫礼拜之前就送予恁这条歌，恁敢有听到？愿这条歌陪伴你，不是干那听尔。你甲上帝讲，我知谁掌管明天，就是咱的上帝。愿天父上帝帮咱，咱用代表的祈祷，咱甲上帝讲，上帝，我一生的愿望
是在伫你。咱甲上帝讲，上帝啊，伫今年的新春，我所读到的圣经，耶和华讲，我要叫你们末后有指望，愈老愿望愈清楚，好唔好？还是要愈老愈亲像迄个有500万的美金，但是无半个囡仔陪伴伫伊的身边，真可怜。迄个阿嬷，毋知阿公阿嬷阿公的款，是一个可能无囡仔的老大人。愿天父上帝帮助咱，互咱看见愿望，叫我的将来，叫我的将目，将末。愿天父上帝将这种的恩恩赏赐予恁，满足的喜乐，永远的福气，满足的喜乐，永远的福气。兄弟姊妹，这礼拜了，毋通纯粹双手，毋通袂记日纯粹双手甲主祷讲，主啊，这两项，一个伫正手，一个倒手。愿天父上帝听咱的祈祷，咱同心来祈祷。是阮祝福的上帝，愿听到圣经的故事，愿听到圣经所应允的记载，愿对心中讲阿们。阮嘛深信，阮的阿们无空空，因为阮的愿望对你来，或者是圣神的活水江河，或者是圣神对天降临的火。或者圣神的风，奔入阮的内面灵魂的活开。主啊，求你所有的应允拢成就伫阮的中间，互阮真侪你稳定的记号，互阮的亲人无出伫勉强，是出着心善，毋是出伫阮一支喙咬甲因讲，是因对心中讲你有诶，我嘛要有。阮是一个含万传福音的囝儿，但是阮愿意用阮的生活，让人来见证讲，阮的上帝何等奇妙。听阮祈祷的上帝，求你成就你的奇妙，伫在座每一个阮的兄弟姊妹，对即时到永远无尽。阿们。咱来吟圣诗。316首，来回应今仔圣经，互咱的感动。咱做伙起立吟全首。
请坐，咱即时来准备奉献。咱做伙起立念奉献的诗歌。请坐，平安礼请曾牧师。亲爱的姊妹，咱今仔日有几个家庭是新春袂当甲咱做伙大合相无甲咱做伙做礼拜的家庭，真欢喜。伫第一个礼拜，恁倒来教会做伙做礼拜，愿上帝祝福恁，也祝福咱在座每一个兄弟姊妹。新的一年，愿上帝互恁带着火热的心。带着愿望，上帝满足咱，互咱真侪伊稳定的记号吼。伫咱要祈祷进前，咱先来欢迎久久无伫咱中间的兄弟姊妹，特别的一个家庭，我毋志勇是吧？婷玉，敢是？真的，我无识真的是志华吗？还是？哦，因为敢若看目睭，我做想诶。谢谢谢谢，多谢多谢。我常常去想讲，迄个庄佑之老师的囝在志勇啦，伊目睭小可有神吼。但是迄个婷玉佫无亲像迄个你的女儿安尼吼。上帝祝福恁，真欢喜恁来做这礼拜吼。明炫牧师吼，我有看到明炫牧师因全家吼，咱真欢喜，今仔甲咱做这礼拜。
搁有就是嘉文因全家吼，启智Kitty 吼，因全家甲咱做礼拜，无全家加一个吼，就上帝干伫咧上祝福恁。哦，即个姊妹捌来过啦，吼，伊好嘿。来过对啊，所以伊来好几次了，嘿，咱是嘿欢迎哈，我会记得你的面，我记得你来过哈，上帝祝福你哈。佮有雅慧妈妈甲伊的妹妹妹婿，拢今仔全家拢倒来吼，咱真欢喜因甲咱做礼拜哈。佮有明囝的孙仔是无？等一下一起祷告好吗？好哈，哇，明天啊做阿公啊吼，上帝祝福吼，上帝祝福。个家平嘛有倒来，家平吼全家有倒来吼。敢无牧师甲恁环境无对的，甲恁会师咧，特别是今仔日吼。来参加迄个新春无来，今年牧师原本设计的一份一个胸章吼，但是一直找设计美感袂出来吼，所以后来就放弃迄个胸章吼，真遗憾。我知影咱逐个人拢咧等过年的即个胸章希望每年咱能找到一个又有意义又漂亮的一个记号叫做咱每一年的即个主题吼。好，咱牧师要邀请咱为着新的一年吼特别是新春无做伙的兄弟姊妹，牧师邀请恁做伙来为着恁的新的一年来做祈祷。牧师要邀请恁用很轻松和自然的姿势你轻轻的将你的双手摆在你的大腿上轻轻的将你的大手摆在你的双腿上大腿上。你通将你的生命，你用想象，你甲上帝讲：上帝，我将我的生命放伫我的手中，献予你。求上帝甲你圣化，求上帝甲咱祝福。特别你新春若无为着无做伙祈祷的家庭，你通将你的生命通过今仔日圣经的经文，你甲上帝讲。上帝，我将我的生命求你掌管，主，我将我的生命摆伫你的面前。主，阮的兄弟姊妹将因的生命、将因的灵魂、将因的心思意念、将因的情绪，我们放在我们的手上。主，我们将阮所有的一切，拢摆在伫你的面前。主，求你来接纳阮，亲像保罗甲阮讲，献为活祭。主，伫你接纳因的奉献的时，求主你上时，嘛将一个新的生命、稳定满满的生命，放伫因的手中。主，互因所领受的，毋是看路的心，赐互阮的手中，成做一个充满火热的能力甲生命。恁通甲祝祷，恁通想象，主将一个火热的心放在你的手掌心，这个圣灵的大能要火热你的手，对你的手掌。上帝将火热的权能活命放伫你的手中。你若愿意，牧师要邀请你将这个火热的心贴在你的胸前，亲像今仔的圣经，咱甲主祷讲：主，互我的心搁一摆火热。主，求你互我做热情的基督徒，充满你圣性的开展。专为着所有兄弟姊妹来祈祷，感谢你将火热的灵放伫因的心内。
主最后，我要甲你恳求的就是，主你所想所的愿望，甲满足。主你满足阮的心，互阮的心无搁再有孤单，无搁再有遗憾，无搁再有嫉妒，无搁再有欠缺。主求你将满足的喜乐，永远的福乐，放伫每一个阮的兄弟姊妹因的心内。主阮的心充满喜乐甲平安。咱的手轻轻的放下来，我们一起来祷告。主，感谢你听阮祈祷，求你继续给阮祝福。主，求你继续给阮祝福，带领阮，祈祷我耶稣的圣名，阿门。咱来请来祈祷好不好？咱做伙来为小 baby 祷告。这是我来报告。顶周聚会，请咱较入看。本周聚会，即礼拜聚会拢暂停。圣港服侍，后礼拜私会林秋杰长老、领事曾家庆兄弟、苏琴李慧英姊妹、苏宪林安乐乌素基执事，招待第三组。爱餐共款是暂停。新眼光读经表，请咱照这顺序较入来看。遗体交通第一，
愿上帝祝福大家新的年、新的灵，满足的喜乐，永远的快乐。过年期间出入拢平安。第二，本礼拜四要召开2月份的定期中执会，请中执出席。第三，疫情期间确保健康，请大家做好自我保护。做礼拜甲聚会，请咱家己早喙暗。第四，生日，庄世洲、洪元哲、吴正元、吴伯峰、何以龙、张玉玲、王宇伟、陈怡玲、洪吉星、洪雅哲。奉献报告，请咱家己看，有出入则过价反映。大岛事项：第一，为台湾甲世界度过武汉肺炎感染期祈祷；第二，为身体欠安单数张庭、詹清金、钟岩、詹达、詹天比、吴彩云、洪玉芝、庄仁巨、刘克龙、洪在根、洪詹树莲、王俊勋。第三，为教会青少年心灵甲课业祈祷。第四，为适婚青年的婚姻祈祷。第五，为姊妹教会大岛妇林一集德克达亚。咱这是起立来吟响应的诗歌507首，吟诗线请曾牧师作导。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神的感动，相通扶持，甲恁众人三甲对地，对即时到永远无尽。阿门。阿门。阿门。大家请坐，默祷闭会。